下一位黃俊碩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香港舊年咧就錄得4500萬旅客訪港人數，較2023年增加30%，一個唔錯嘅成績。如果嚟自歐美地區嘅長途旅客咧多咗317萬，即係按年就上升50%啦。咁啊，但係我想問嘅問題就係隨住國家舊年咧12月將過境免簽嘅政策原本由144小時就大幅提升到240。頭先即係有議員同事都有問到啦，有冇一啲數字咁啊？局方話未一啲數字去反映到。咁但係我又想問一問旅發局有冇即係同內地相關旅遊嘅部門啦去商討點樣可以聯動我哋粵港澳大灣區甚至乎內地其他嘅省市旅遊業嘅合作，開拓更加多一程多站嘅旅遊產品，吸引即係啲人或多或少可以經香港再走嘅時候，我哋都起碼都有啲旅客可以經過香港啦。咁啊，呢一個係咪你哋嘅工作範圍其中一個方向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咧，文件第三。文件附件3嘅時候都講到咧，25-26年度咧市場推廣預算期其中一個策略重點就係動用超過5億啦。咁其中其中一個就係幻彩詠香江咧，都係宣傳策略重點之中嘅。我想問一問，新一期嘅幻彩詠香江同以往嘅幻彩詠香江相比咧，有冇添加一啲新嘅元素？同埋最新一期嘅幻彩詠香江具體諗住嘅支出預算係多少？兩個問題，多謝主席。邊位答？請旅發局。請旅發局。唔該晒呢個問題。咁咧就係其實我哋一路咧喺粵港澳我哋三地咧個旅遊推廣咧都係有一個機制喺度嘅。咁我哋咧基本上咧就係每一年咧至少有一次大會啦，去決定我哋每一年嗰個計劃。咁今年咧頭先亦都提到咧就係話下半年咧我哋將會係出去海外揾一個長途市場。而家暫時考慮嘅咧喺歐洲咧就推廣呢個大灣區嘅旅遊品牌。咁另外咧我哋喺工作層面方面咧，同澳門啦，同我哋嘅廣東省啦，甚至深圳地區咧，都一路係保持聯絡。點樣咧可以加強咧大家嘅一個互補嘅能力？咁等大家等嗰啲旅客咧係不單止只係嚟到香港，而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我哋大灣區，甚至係我哋嘅內地嘅市場。咁因為我哋香港除咗係空運嘅樞紐之外咧，我哋嘅高鐵啦，我哋嘅陸路嘅交通啦，我哋嘅大橋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佢哋都希望我哋通過我哋喺海外嘅網絡咧去加強嘅推廣。咁啊，至於呢個幻彩詠香江咧，我哋亦都係啱啱而家做緊呢係一個即係招標嘅動作。咁亦都係開始咧係了解緊呢就不同嘅一啲參加投標嘅公司咧，佢哋嘅一啲設計同埋有啲咩特色。因為而家做呢啲燈光嘅音樂匯演咧，尤其喺整個海港嗰度舉行，尤其喺香港嘅幻彩詠香江係一個非常之喺亞洲嚟講咧，就亦都好出名。當然而家亦都係需要去更新嘅一個活動。咁我哋會有進一步嘅資料咧，再同大家交代。咁而家我哋仲係喺一個評核嘅階段啊。唔該。仲有時間，有冇嘢問啊，黃議員？我諗去幻彩詠香港嗰個，我諗即係個關注點會大少少，因為都過咗一段嘅時間啦。以往當然係去吸引遊客嘅方面係有一個成績。咁我真係想知道，即係如果局方可以嘅話，都可以俾翻數字，究竟個開支係幾多，同埋預計個成效咯。咁呢個可能係要會後先提供到。會後提供。OK。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